对于半暝开始，这地动尾继续吞大花莲，特别是伫咧半暝2点外，连续2届规模6以上的地动，或者本地列做是红单的统水大楼，也有中山路顶头当咧征收停业的富凯饭店，都因为这地动贵的起，警消人员也赶到现场，甲这附近的民众疏开。天光了后呢，工程车含人员赶到现场，也来讲到这起的富凯饭店，上紧明仔载就会开始停。监视器画面一阵天摇地动了后，引起大量的粉土。饭店一个起位伫花莲市区中山路上富凯饭店，是民国69年建造，厝龄44年。透早2摆大地动了后，明显起12度。附近徛街头的体力，天光了后，各种工程车紧急进驻，比照天文区大楼拆坏成进行吞吐惊掉的。没有想到这个余震这么的密集，而且也这么的强烈啦。像昨天晚上，我想全花莲没有人有办法睡觉啦。位伫民理路上的统帅大楼，伫403大地动了后，就因为太路落落来，更紧登去受损严重，风大树皮，红单的贵楼伫23透早2摆大地动了后，经到的 H 型钢架黄金岛1楼崩塌消息，警消第一时间赶去现场，早已经全部替离的居民再去各警部组登记处罚。一夜难眠呐，然后想说天亮了，然后就想说赶快跟几个住户比较好的大哥啊、大姐他们约好，就一起过来，静静的陪他。地动尾无停，珠江路上也有一栋2层楼的民间房屋，1楼直接消息好佳在无人受困，另外一个废弃洗衣厂也因为大地动了后倒去，陆续传出建物受损。关护关先对控诉03建筑部紧急评估只收件到4月19，今麦决定重启评估机制。现在可能因为这么大的余震一持续发生，可能因为再开始，今天开始又再进行评估收件，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评估案件，或者是有一些旧的案子要去做复评。富凯这大楼这一栋会24小时进行拆除了。那诚如刚才说明的，今天会先进行电土，顺利的话就明天会下半天会开拆，或者是后天早上进行开始拆除的作业。因应富凯饭店崩塌，4个月已经为布条管制区内徛街，下当登去提物件了后退离关护评估，当地北地势拆除作业困难，会先伫建物头前贴土石，进行4个月保护措施，原则上以2礼拜来拆完回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